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花莲的自治大学，为着要让大学生认捌到在地文化，特别让学生组团走入去原住民的部落。大学生甲部落来合作，整合到花莲的观光资源，要让更较侪人看到花莲的水。这阵大学生大概轮流咧讲政句内面的字美，边仔人也阁唱着阿美族传统的歌谣。这是自治大学所推动的在地观光争取计划，让学生行入部落内面，参与因的传统文化。可以实际深刻的体验到他们在地部落的文化，以及他们文化包容性的这一块。亲手地字美体验部落饮酒文化，也阁伫传统的房屋内坐伫地板讨论。自治大学学生组成大线团，对体验的过程内面发展经验，才阁甲部落做伙规划特色的旅游行程。结合花莲的观光资源，等到规划完了后，就会当正式推出，做伙推动地区观光。那到部落去之后呢，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让他去看，那为什么部落的农民或是这个原住民们，他没办法有他有效的品牌，然后找出他的原因。那我们试着把它的特色凸显出来。学生拢讲，这款的经验非常特别，嘛会当互家己了解历史甲传统文化，嘛会使大家做伙努力，加这花莲甲部落的水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